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我们今天要请陈峰圣给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保守，使我们今天出入平安。此时我们在空中聚集，要来攻读你的话。求你使我们有平静的心来领受，有智慧来明了你的启示。以下的时间，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如果风圣长旁边是玉凤姐在旁边的话，那个距离可以远一点，比较不会有那个低口。那我们昨天讲到历代志上的13章，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国位稳固之后，他希望能够有约柜，能够成为这个新的城市的帮助，所以他去寻找约柜，并且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但是昨天的行动，我看到13章的行动是失败的，因为这些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乌撒他是不是利未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有两个资料，一个乌撒是便雅悯支派，另外资料乌撒他是利未支派。那还有就是用牛车来送约柜，这也是不符合摩西的这个规矩，就是上帝的启示。还有就是可不可以用手去扶约柜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为什么到基顿的禾场，就是拿更的禾场，牛前会失蹄，为什么约柜会在那边要翻车？那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知道，基顿发生过一个弟兄相残非常壮烈的事情，利未便雅悯支派差一点就被灭掉，所以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的连结。好，那所以昨天在历代志上的第14章对不起13章，这个大卫要迎接约柜的行动是失败，所以他就把约柜呢送到更远的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那俄别以东呢，今天不会提到，明天会再提到，而且我们历代志还会再重复提到俄别以东，所以我们可以从历代志这一卷对俄别以东的记载呢，可以多认识俄别以东这个人的身份那在短短的3个月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俄别以东受到上帝的祝福，赐福给他，并且呢，让大卫都非常的羡慕。只有3个月，所以这个答案呢，可能我们要读完历代志上才会比较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历代志的故意的铺陈所以从13章第一次迎接约柜到第15章第二次迎接约柜，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插入的第14章那14章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虽然约柜还没有来到耶路撒冷，可是大卫继续在耶路撒冷有各样子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包括大卫他要建造他的宫殿那其实呢13章到15章3个月，中间放14章3个月不可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用版本比较，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到第6章，这个是一气呵成。可是，在历代志却故意在第一次迎接约柜和第二次迎接约柜当中，刻意的描述大卫的一些事迹。第一个就是他盖了建造宫殿所以他这个建造宫殿呢，是由海边的推罗王或是泰尔王派人运送巨大的香柏木到大卫那边。然后呢，让大卫他兼顾他的王位，而且呢还能够建立他的宫殿。第二件事情呢，是在第3节到第7节，大卫他在希伯伦就已经生了6个儿子，现在呢来到了耶路撒冷，又生了13个儿子。这13个儿子呢有不同的妈妈，到底大卫几个老婆，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看到，但是在他的很多的老婆都是别人的老婆。那这也是大卫的这个家庭非常复杂的部分。那这里我们会看到所罗门的名单。另外呢，在第8节到最后的17节是讲到大卫他当上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王之后发生的第一场战役第一场重要战役。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一样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首先请从第1节14章的第1节读第1节和第2节。好，
泰尔的西兰王派遣一队贸易代表团到大卫那里，送给大卫香柏木，又带来木匠和石匠，要替他建造宫殿。于是大卫知道上主已坚立他作为以色列的王，并且因着自己的子民，使他的王国兴盛。好，谢谢。好，那这里呢讲到泰尔王啊，好，泰尔王呢就是推罗王。好，如果看到这个地图呢，就是已经到地中海的海边，好，是过了非利士人的境界哦。那这泰尔、推罗、西顿，好，那其实都是很早的这一些定居。好，但是大卫跟这个推罗王海边的王呢，好，关系很好，所以派贸易代表团到大卫那边，送给大卫香柏木。问题是住在海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大的香柏木呢？香柏木在哪里呢？香柏木是在这里，在这个北边的黑门山上才有那个香柏木，而且是在3、4千公尺的高山上。而这个香柏木呢，生长的速度很慢，跟我们台湾玉山的这个玉山圆柏一样，好，那可能要几十年才会长个1公分，好，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长高。但是它的材质非常的坚硬，而且香柏木它的这个树干非常的挺哦。好，那为什么会有西顿王、推罗王、泰尔王？为什么它有这些树呢？好，因为早期他们的贸易就是从这边山上砍下来的树，然后拉到海边，然后再从海边出口出去哦。所以他们会是一个集散地。那大卫他这个泰尔王，泰尔的西兰王，这是他的名字。这在历史上有记载，这个王是在主前的969年跟主前的936年哦。好，但是又比大卫当王的时间又晚了一点。好，所以这个西兰王可能是西兰的爸爸送给大卫的。好，那这些香柏木呢是要做什么呢？是要给大卫建造宫殿。我们要知道，不是建造圣殿，虽然圣殿也有用香柏木，但是要给大卫的家。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是撒母耳记下，这里有写撒母耳记下第5章11节到16节。好，所以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11节到1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的记载，就是泰尔的西兰王一样派贸易，然后同样经文是写的一样的内容啊，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大卫知道，这个知道的意思呢，就是察觉。那他放在大卫第一次迎接约柜的失败的后面，就是因为我们昨天讲到大卫因为上帝突然冲出来撞死乌撒，大卫就生气啊。和本写生气，但是那个生气不是生上帝的气，大卫是生自己的气哦。生自己的气就是觉得他一个心意想要让约柜来到耶路撒冷，能够安定整个国家社会，他才能够扮演好以色列君王的角色。但是呢，他可能准备上有瑕疵，他生自己的气，所以大卫可能他的志气被抵消。但是呢，这个历代志在这边也刻意的用这个字就大卫知道上主已坚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是刻意。但是如果我们读的是撒母耳记呢，这个顺序就是放在约柜的前面是放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然后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才是2次迎接约柜。所以历代志的作者有刻意的做这样的编排，而且呢，大卫就是好像重新点燃信心。上帝要让自己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民，能够让大卫的王国兴盛。好，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名单第3节到第7节是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的名单。大卫在耶路撒冷又选了许多妃嫔，生了好些儿女。在耶路撒冷生的有沙姆亚、朔巴、拿单、所罗门、以辖、以利书亚、以法列、挪迦、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好，谢谢。好，那这份名单呢，我们在读历代志上就是第3章的时候呢，也有读到这一份的名单。那这个名单当中呢，
在另外的地方也有记载，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哦，第5章。所以这个名单在历代志已经出现第2次。那历代志上的第3章，他讲的比较清楚，比较完整。好，那讲的6人、4人、9人，总共加起来是19人。好，那这边就是直接列出这13个儿子的名字，而且应该是有按照顺序哦。好，所以所罗门是来到大卫当上全以色列的王之后，好才生的儿子。好，而且在这19个儿子当中，好，他排行的是在第10哦，好，第10，后面还有9个弟弟哦。那还有就是这里特别有讲到2个人，一个是以法列，还有挪迦，这2个人呢，对照撒母耳记下第5章呢没有出现，所以撒母耳记没有记到这2个儿子的名字，历代志有记到这2个名字。那这个是大卫他有这些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继承权就交给了所罗门啊，所以大卫考大家，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是亚当的第几代？是34代。那所罗门呢，就是亚当的第35代啊。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到了一直传到耶稣，刚好是第60代。那这个所罗门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哦。好，跟耶路撒冷这个shalom 也是一样，一样是平安的意思。好，所以整个大卫的这个设计在圣经当中，就是这是一个要平安的城、平安的国家、平安的继承人。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大卫他当上以色列王之后的第一场战争。那我们要读第8节，直接读到第17节。好，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已经被立为全以色列的王，就整军出发寻索大卫。大卫也率军迎战。非利士人来到利法因谷，就开始抢劫。大卫求问上帝：我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使我战胜吗？上主回答：你上去，我会使你得胜。于是大卫上巴力比拉辛去，在那里打败非利士人。他说：上帝用我冲上我的仇敌，如从洪水冲破堤防，因此那地方叫巴力比拉辛。非利士人逃命的时候，把偶像丢在那里。大卫命令人把那些偶像烧毁。不久，非利士人又回到利法因谷，大肆抢夺。大卫再次求问上帝，上帝说：不要从这里攻打他们，要绕道从他们后头，靠近桑树林那边攻打。你一听到树梢有脚步声的声音，立刻进攻，因为我已经走在你前面去攻击非利士的军队了。于是大卫照着上帝的命令做了，他把非利士人击退，从基遍一直追赶到基色，因此大卫的名声远播，上主使各国都惧怕他。好，谢谢。好，那同样的经文呢，这里上面也有注载，是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17节到25节。好，所以可以看到是一样的部分。那2个内容是大同小异哦。那但是呢，在撒母耳记讲到的是说，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之后呢，非利士人就不高兴，非利士人就来寻索大卫，就是要大卫的命啊。好，那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9章，就是扫罗王要死之前，我们上次有提到大卫他有一段人生最低潮的时期，就是他去到了非利士的境内，到喜格拉，做喜格拉王的部下。而在那当中呢，大卫他必须要为这个非利士人的老板来卖命，但是他没有伤自己人，他是去伤外国人。但是呢，即便这样子，最后他要去跟这个扫罗的部队打仗的时候呢，非利士人不相信，不肯让大卫去，所以大卫就回去了。
但是那场战争呢，也是扫罗的最后一次战争。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在那一次的战役当中。那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第31章。而撒母耳记上的29章前面就讲到说，非利士人对大卫的不信任，所以那时候这个亚吉王他就是一直想要带大卫去，可是呢，其他的非利士人领袖却不肯所以现在呢，同样的，当大卫他当上了以色列全国的君王，非利士人还是很气大卫，因为他们气大卫一句话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他们一直记得大卫就是他们眼中钉。还有就是什么呢？大卫在他年轻的时候杀掉了歌利亚，歌利亚就是非利士派来的，所以他们对大卫有多气，他们有史以来可能最强壮的、最高大的，应该有270公分的这个歌利亚呢，居然被大卫5颗石头都没有用完，1颗石头就打中，然后就死，而且还大卫割下他的头所以非利士人非常没有面子，他们就是牢牢记住这个大卫，所以当大卫居然当上王，居然登基就任，所以他们就通通都来包围，侵犯了利乏音谷利乏音谷。好，那在这地图当中可以看到利乏，在这里是利乏音谷，其实已经离耶路撒冷很近了。他们从非利士的境内，非利士的地方，然后穿过了这个山脉，然后来到了山谷，然后再往前就是要来大卫登基的地方耶路撒冷。所以非利士人一路来，打到了利乏音谷这个地方，在这个山谷当中。利乏音谷呢，它的意思就是巨人谷巨人谷，所以可能这个地方或是来这边打仗的都是巨人。但是大卫在这边做一件事情，那这也是历代志刻意安排。大卫在这边怎样求问上帝？求问上帝。昨天我们读的13章，大卫要迎接约柜这个事情，大卫都少做这件事情，求问上帝。明天第15章，大卫就会先求问上帝。所以历代志的作者显然跟撒母耳记的作者是不同的角度在看待这些事情，所以大卫先问，我该去攻打非利士，你会使我战胜？上帝说去 ，OK， 没问题。所以大卫就去了巴利比拉辛巴利比拉辛在这个地图当中没有巴利比拉辛，但是在这利乏音谷的当中，这个地图好像有在这里巴利比拉辛，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就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巴利比拉辛，所以耶路撒冷东南边，这个巨人谷打到这边，所以大卫呢就打胜了非利士人，而且呢打到了巴利比拉辛，然后他讲一句话：上帝用我冲散我的仇敌，如洪水冲破堤防冲破堤防。那这句话呢，也是历代志作者刻意的安排。昨天我们13章看到上帝突然冲出撞死乌撒，那个撞死乌撒，它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冲破。现在这个字呢，用在大卫如何冲破非利士人，就是冲入敌心所以他冲入利乏音谷，冲入了这个巴利比拉辛。巴利比拉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就是冲破的主冲破的王这个字的意思那所以这等于是历代志刻意就把同样的事件把它连接起来所以那地方就叫做巴利比拉辛。那非利士人逃命的时候，他们偶像都拿不及带走，所以非利士人出去打战都要带着他们的神明那之前他们在非利士有很多5个城镇那有大滚神然后有这不同的神明，结果他们逃命连神明都来不及拿走，所以大卫就命令人烧掉那些的偶像。然后呢，不久之后非利士人还是蠢蠢欲动，又再回来利乏音谷，又来抢夺，所以大卫第2次又求问上帝。上帝这次怎么说呢？不要从这里打他们，要绕到他们后头，绕到他们后面，而且要靠近桑树林那边攻打。然后呢，这边讲了一个很神奇的话，你如果听见树梢有脚步的声音有脚步的声音，
这个脚步的桑树上面有脚步的声音。好，桑树在新约就是撒该，撒该就是爬到桑树的上面。在旧约大卫打仗呢，是先去树里面听声音，听脚步的声音。这脚步不是散步，他的意思就是行军的声音，就是噔噔，像那个希特勒的军队、德国的军队，走路都是很大声，砰砰砰这样走，你就立刻进攻。所以大卫第二次再去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一个另外的战略，就是绕到后面，且等待上帝的军队到。上帝的军队一到，就出去。所以16节，大卫就遵照上帝的命令做。所以呢，就把非利士人击退，从基遍一直追赶到基色。所以这张图有基遍没有？另外一张巴利毗拉辛，本来利乏音谷是在这个地方，巴利毗拉辛是第一次战争。第二次呢，上帝说你不用从这里打，非利士人又来这边。这次呢，大卫去远一点，去到基遍和基色。所以呢，这次从上面绕到基遍。然后绕过去利乏音谷来打这些的非利士人，然后非利士人就逃跑，一路逃到哪里？逃到基色。哇，那这一段路可远了，就是追杀他们，几乎快要追到非利士的大本营了。那这也巩固了大卫在以色列的江山和国土。那最后17节就说大卫的名因此大卫的名声远播，就是指他到非利士人这边，非利士人不敢再来。上主使各国都惧怕他。那这场的战役呢，是因为大卫他在桑树的树林当中听到上帝军队的脚步声。好，那在前一天我们有讲到大卫他在过去在这个旷野当中，然后在那个亚杜兰洞，在旷野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来投靠大卫，所以大卫在旷野当中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队。那强大的军队是指信心的信仰坚定的军队。其实那些人都是流氓土匪很多或是无路可走的人。但是呢，这里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上帝的军队，所以上帝使他声名远播。所以基遍到基色，就是整个往海边推进。那非利士人都不敢再来。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再看到后面去，为什么大卫的国家会越来越强？那这是历代志给我们的观点，就是大卫他先求问上帝，祷告上帝，所以上帝就告诉他可以不可以，该怎么走，该怎么做。好，那明天我们继续读第15章，就是15章大卫在要迎接约柜，他也懂得要求问上帝，而且他也懂得要如何按照规矩。而当这约柜定位在耶路撒冷之后，这个国家就无人能挡。好，这个势如破竹好，所以也是奠定了后来所罗门的这个王国的这个威名远播。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卫对上帝一个顺服的心、求告的心，还有一个祷告的心。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刻意的安排，就是让大卫2次迎接约柜当中有一些的变化。那历代志的观点认为，就是大卫他知道了上帝没有生他的气，所以他重新要寻求跟大卫和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知道了他需要跟上帝祷告求问，所以即便有敌人来侵犯，可是大卫他也跟上帝来求问。但事实上我们看撒母耳记在记载的时候是只有3个月，几乎他撒母耳记就是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接着发生。因为3个月真的很短，3个月大卫怎么盖宫殿，3个月大卫怎么2次有非利士人来利乏音谷来攻打。但是历代志的作者特意要让我们知道大卫在这当中他怎么学习，怎么成长和改变。也盼望我们在读了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就是我们要先求问上帝，而且我们要知道上帝并不是要讨厌我们，上帝并不是把我们要等着修理我们，上帝并不是随时就要冲出来击杀我们，或是冲撞我们，或是冲过我们，而是我们只要愿意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大卫在耶路撒冷，他能够察觉上帝仍然定义要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而大卫再一次吃了一个定心丸，大卫再一次坚定
在上帝的面前寻求神，也寻求约柜的同在、约柜的祝福。同时也看到大卫学习用祷告，当有遇到困难的事情，遇到拦阻的事情，遇到被脚老公侵犯的事情，大卫都学习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带领和旨意，也求主帮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不论遭遇顺境或是逆境，当我们遭遇没有办法解决棘手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先求问神，求告上帝，先听上帝怎么说，先听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再祷告采取行动，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听见，当我们能够在树林当中来等候你，上帝你在树梢上面有脚步的声音，就是要出击的时候，就是要行军的时候，就是要出去迎接的时候，让我们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的旨意来到，而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像扫罗王一样贸然的献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牧师晚安。牧师晚安。平安，晚安。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看早上的重播，也祝大家早安，有平安的一天，拜拜。